點解話天竺國布金禪寺嘅老和尚係觀音變嘅呢？原文係有好多證據嘅，越嚟越接近大結局啦。《西遊記》原著密碼嘅真相咧，將會越嚟越炸裂。我相信呢幾百年嚟，真正可以解開《西遊記》原著秘密嘅人咧，冇幾多個。最奸嘅朋友點個讚，我先有動力耕落去噶嘛。原文再續，書接上一回啊。話說太陰星君帶住成班嫦娥仙女收走咗玉兔精，豬八戒咧仲趁機飛上半空攬咗阿霓裳仙子，佔咗個便宜。其實大家唔好以為呢個只係作者安排咗一個搞笑情節吧，《西遊記》原著所有嘅細節咧都係有內涵嘅。大家回憶下前面解密講過，豬八戒一開始係太上老君嘅人。而家咧幾方嘅大佬達成咗合作嘅共識啦，取經團隊嘅每一個人，無論以前嘅後台係邊個，而家所有人嘅前途咧都係非常之明顯嘅，佢哋全部都會入佛門，成為如來嘅弟子。所以太陰星君係收玉兔，帶咗霓裳仙子嚟，係道家特登安排俾老豬同霓裳仙子作道別嘅。大家而家明白未啊？好啦，我哋繼續睇主線嘅故事。上集講咗啦，太陰星君臨時作咗個漏洞百出嘅大話，話天竺公主係廣寒宮嘅素娥仙女，因為佢同玉兔精有仇啊，下凡投胎變咗公主。連孫悟空都發現呢個大話係漏洞百出嘅，而且呢度再一次睇出神仙口入邊嘅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就係大話，因為太陰星君話玉兔精下凡一年，天上過咗一年，凡間事實亦都係一年，呢度又係一個證據啦。國王聽咗孫悟空講咗公主嘅真相，哇，流晒眼淚咁話：係啊，我自幼登基，城門都未出過噶，叫我去邊度揾你啊？大家睇下，國王流眼淚唔係因為唔見咗個女，前面解密講過啦。國王一早知道背後嘅真相嘅，天竺國御花園係觀音喺500年前學太上老君開嘅一個神仙雙修嘅場所，即係青樓。國王流眼淚係因為知道自己一年嘅 happy 日子終於要結束啦，所以咪流馬尿咯。孫悟空笑住咁話啦：唔使煩惱，你個公主啊，而家喺吸布金禪寺入邊喺度裝瘋賣傻。大家散 band 先，到聽朝啊，我還翻個真嘅公主俾你就得啦。於是國王咧就喺留春亭安排咗齋飯，然後大家休息啦。呢個時候咧已經近2更噶啦。原文咧係用咗一首詩暗示咗國王 happy 嘅日子咧係結束咗噶啦。嗰首詩係咁寫嘅：正是那銅壺滴漏月華明，金鐸叮當風送聲。道雨正啼春去半，落花無路近3更。豫園寂寞秋千影，碧落空浮銀漢橫。大家留意下詩句入邊啊，明顯就暗示咗國王 happy 日子即將過去。好簡單，道家嘅太上老君咧係有女兒國嘅雙修生意場所嘅，又點會再允許第2個青樓嘅存在呢？觀音而家咧係完全投降咗如來噶啦，上頭各方大佬達成咗共識啦，天竺國繼續提供雙修藥花嘅原料，製藥嘅產業咧而家就由道佛兩家共同合作啦。但係天竺國御花園嘅服務咧就要結束啦吧？呢首詩咧已經暗示得好明顯啦。原文話呢一夜啊，國王退咗啲妖氣，抖槳精神，至5更3點咧就上朝啦。呢度亦係一個暗示，國王最後一次服用神仙嘅春藥，嗨埋最後呢一晚，所以晨早流流就上朝啦。國王就問唐僧師徒啦：真公主嘅去向呢？咁唐僧啊講晒成件事，跟住國王又再一次痛哭流馬尿啦。大家留意下細節，而家知道個女嘅下落啦，個女又冇事，咁國王哭乜鬼啫？其實咪2點咯。第一，國王係真係傷心，因為從此冇得再好似神仙咁雙修啦。第二，做俾啲客人睇噶嘛。做國王你冇翻咁上下演技啊，點做國王啊？跟住大家再留意一個細節啊。國王問：布金寺離城有幾遠啊？唐僧話只有60里路。於是國王就傳旨啦，着東西2宮守殿，掌朝太師衛國，朕同正宮皇后率領多官4神僧入寺接公主翻嚟。呢度有2個細節。第一，唐僧竟然知道路程嘅遠近，60里，一路上邊唐僧幾時清楚個路程噶？所以唐僧對國王解釋嘅一番說話咧，完全係孫悟空叫佢咁講嘅。孫悟空係取經團隊真正嘅領導人，所以唐僧通過孫悟空把口咪知道呢啲路程咯。第2個細節，國王傳旨着東西2宮守殿，朕同正宮皇后去接公主。大家有冇發現啊？
皇帝離城啊，通常咧係會叫太子掌朝或者太后嘅，或者叫嗰啲重要大臣嚟掌朝。但係天竺國王咧，佢叫東西二公掌朝。再加上前面國王自己有講啊，朕登基以嚟城門都未出過噶噃，證明天竺國亦都係一個女權國家。嗱，取經路上經歷過嘅上一個女權國家，大家有冇印象喺邊度？冇錯啦，就係朱子國，無一例外，女權國家咧都係同觀音有關嘅，因為《西遊記》原著定義觀音係女人啊嘛，天竺國係觀音建立嘅國度，女權就好正常啦，呢度又係一個證據啦。嗱，天竺國係觀音喺500年前模仿當時南贍部洲嘅東土所建立嘅，所以呢度嘅一切咧都係同東土一模一樣嘅。跟住重點就嚟啦，點解話布金禪寺嘅老和尚就係觀音呢？嗱，大家細心睇下原文就會發現有好多證據噶啦。大家留意下天竺國呢一回啊，孫悟空同布金寺嘅老和尚嘅互動對話，你就會好明顯咁發現呢個老和尚一定係觀音變嘅。其實證據係好明顯嘅。首先，大家回憶，觀音而家已經徹底投降如來啦。從滅法國開始，觀音一直喺度幫如來執緊手尾，處理歷史遺留嘅問題。嗱，大家回憶下，滅法國一開始啊，就係觀音帶住紅孩兒嚟報信噶嘛，變咗個老婆婆同埋一個細路仔。孫悟空認得出佢哋兩個，唔係因為佢嘅金睛火眼。原著入邊，孫悟空嘅金睛火眼咧，只係一個腦海病眼。孫悟空當時可以認到觀音，係因為如來已經預先通知咗孫悟空，傳達咗信息啦。嗱，觀音一投降如來啊，如來就使到觀音盡嘅啦噃。再嚟睇下下一站啊，隱霧山嘅老婆婆同埋樵夫，前面咪解密過咯，都係觀音同埋紅孩兒變嘅，亦都係如來一步一步殺人誅心嘅做法。嗱，到天竺國布金禪寺呢度啊，老和尚一開始見到唐僧啊，就同唐僧講，只有孫悟空先可以解決呢件事，證明呢個老和尚非常之了解孫悟空。再睇孫悟空同埋老和尚嘅對話，孫悟空成日笑住同老和尚講嘢嘅，證明孫悟空嘅內心咧係非常之清楚呢個老和尚就係觀音，因為上頭打過招呼啦嘛。再嚟睇另外一個細節啊，就係布金禪寺嘅老和尚同孫悟空嘅對話，用詞啊係經常提到要辨明公主嘅真假。《西遊記》行文邏輯，老和尚同孫悟空對於真假公主嘅對話，對應嘅就係當年真假美猴王事件。嗱，當時真假美猴王事件咧，係孫悟空自編自導自演嘅一場戲嚟嘅，而且呢一場戲，孫悟空當時係拉咗觀音落水嘅。唔記得嘅朋友睇翻前面解密第59、60、61集。所以布金禪寺嘅老和尚同孫悟空嘅對話，互相之間咧都喺度呼應緊當年真假美猴王嘅暗語嘅。大家睇下天竺國嘅原文，老和尚同孫悟空講：悲切之事在心在心。孫悟空啊笑住話：緊領緊領，我到城中自能靈音而查理，見貌而辨識也。呢個靈音而查理啊，同當年真假美猴王事件係呼應咗噶噃。大家回憶下第58回嘅原文啊，當時如來話：鹿耳獼猴善靈音能查理。鹿耳獼猴本身就係孫悟空嘅二心啊嘛。呢度孫悟空啊喺天竺國呢度同呢個老和尚對話，用咗呢個暗語，就係提醒緊觀音，你唔好再有二心啊，好好地同我老細如來打工啦。再嚟睇另外一個證據啊，第8回嘅原文，觀音當年上長安揾取經人，係變咗個瘌痢和尚嘅，成個乞衣咁款嘅。呢度天竺國啊，呢個老和尚話自己曾經去天竺城內打探消息，扮成咗個乞衣，咪又係一個行文邏輯嘅呼應咯。你話《西遊記》作者絕唔絕啊？仲有，大家聯繫下觀音禪院嘅金池長老，係一個年紀好大嘅老和尚，成個老人妖咁。嗱，呢度嘅布金禪寺，觀音又係變成一個年紀好大嘅老和尚。咁多巧合就唔係巧合啦噃，分分鐘啊就係如來要求觀音咁做嘅，就進一步殺人誅心啊嘛。嗱，如來意思就係，當年啊觀音你整咗個咩觀音禪院嚟斂財啊嘛，仲安排個死人老人妖金池長老做住持。到而家呢一鑊呢，我如來要你觀音自己做一次老和尚，我就要你觀音變成一個老和尚，問你死未？仲有一個證據啊，就係呢個老和尚係手持竹杖嘅。觀音嘅珞珈山有紫竹林，竹
係道家嘅植物，觀音係道家出身嘅慈航真人，所以綜合咁多證據，呢個布金禪寺嘅老和尚嘅身份實在係太明顯啦，就係觀音變嘅。我哋繼續睇原文嘅情節，如來係點樣一步一步打壓觀音殺人誅心嘅呢？嗱，話說天竺國王擺駕出朝，孫悟空啊跳上半空，將條腰扭一扭，就到咗布金禪寺啦。哇！成班和尚慌忙咁跪接，孫悟空啊笑住咁話啦：喂，你哋嗰個老師傅喺邊度啊？快啲叫佢出嚟，設香案接駕。天竺國王、皇后、多官同埋我師傅都嚟咗啦。大家回憶下，天竺國本身就係觀音建立嘅國度，天竺國歷代嘅國王本身就係觀音安排嘅下屬。而家孫悟空要呢個老和尚設香案跪接自己曾經嘅下屬國王，仲要觀音跪取經團隊。觀音已經唔係第一次跪取經團隊噶啦，大家回憶下啦。忍霧山啊，佢咪變咗個老婆婆嘅，已經一步一拜啦，被如來殺人誅心咁跪過取經團隊一次噶啦。所以最後靈山排名，觀音排喺唐僧同埋孫悟空後邊係理所當然噶啦。嗱，後邊嘅故事大家清楚啦。呢個老和尚咧，又跪孫悟空，又跪國王，又跪唐僧，觀音乜尊嚴都冇晒啦，殺人誅心啦。國王終於同自己個女相認啦。而家成個故事清晰晒啦，上頭嘅各方大佬達成新嘅合作，派玉兔精將真公主困喺布金禪寺。呢單嘢咧，國王自己一直係知嘅，公主自己亦都知噶噃，所以公主一直喺度裝瘋賣傻啊嘛。嗱，呢個計劃係1年前實行嘅，如來1年前臨時安排咗觀音去布金禪寺變成一個老和尚，看守住真嘅公主，亦都同時暗中保護真嘅公主。所以大家留意下，唐僧師徒一開始去到布金禪寺，正常嚟講啊，你接待取經團隊嘅應該係寺廟入邊嘅最高領導人啊嘛，即係呢個老和尚先啱噶噃。但係偏偏當時接待取經團隊嘅人呢，係另外一個高僧，唔係呢個老和尚喎。大家自己揭下書就知噶啦。嗱，呢度就睇得出啦，呢個老和尚唔係寺廟嘅負責人，係1年前如來臨時安排觀音嚟做嘅。大家繼續留意原文啦。孫悟空進一步完成上頭各方大佬嘅決策。孫悟空對住國王拱手咁話啦：老孫仲有一事奉上。嗱，國王就還禮咁話：神僧有事吩咐，朕即刻應承。孫悟空話：佢呢座山呢，叫做白腳山。近排聽講有啲咩蜈蚣成精、黑夜傷人，往來嘅旅客咧甚為不便。我諗蜈蚣唯有雞係可以降服嘅啫。嗱，你可以挑選嗰啲大雄雞成千隻放喺山入邊，咪可以除咗呢隻毒蟲咯。就將呢座山咧順便改埋名佢，賜民一道敕封，就當多謝呢個老和尚啊傳養公主之恩啦。嗱，國王好開心咁領落，就安排人入城取雞，又改咗個山名叫做寶華山，仲命令工部備料重修，賜予封號叫做敕建寶華山，給孤布金子，將老和尚封為報國僧官，永遠世襲。嗱，賜俸36擔。眾僧謝咗恩啦，就送駕回朝。公主入宮咧就個個相見啦，安排筵席，同公主式門賀喜，後妃母子終於團圓。國王君臣咧亦都一齊飲宴咗一宵。嗱，大家留意啦，呢度又係上頭大佬嘅決策啦。前面講過啦，所有嘅毒蟲咧都係毗藍婆嘅徒弟嚟嘅。前文有講過，白腳山嘅蜈蚣精咧係最近先出現嘅。前面解密過啦，毗藍婆派咗成班蜈蚣精嚟到呢度，其實係因為知道上頭各方大佬已經達成合作，觀音而家已經完全歸屬於如來，咁自己就要向如來提條件啦噃。我毗藍婆，我要做靈山嘅2把手。而家各方咧都傾掂啦，咁蜈蚣精就係最後嘅犧牲品啦。嗱，至此為止啊，毗藍婆嘅所有毒蟲徒弟咧就全部做晒炮灰，犧牲晒啦。毗藍婆咧亦都達成咗自己最終上位嘅目的。孫悟空咧要國王封老和尚做報國僧官，就係上頭大佬嘅決策啦。天竺國本身就係觀音建立嘅，天竺國又係神仙雙修藥嘅原料花嘅唯一產地。咁你話邊個管理呢度最合適啊？當然都係觀音自己啦。所以如來咪依然安排觀音管理呢度咯。觀音係道佛兼修嘅大神，係3界嘅社交達人，雙修藥嘅生意產業鏈而家歸靈山總公司所有。靈山總公司有3個股東，大股東燃燈上古佛，二股東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，即係毗藍婆，三股東釋迦牟尼佛，即係如來。
大家睇下，觀音自從完全歸降咗如來之後啊，觀音手上嘅所有產業咧都歸晒靈山嘅啦噃。觀音最主要嘅產業就係自己嘅樂家山蓮台製造廠。大家再留意一個細節啊，觀音以前咧係唔需要去靈山上班噶噃，佢一直咧都喺自己嘅道場樂家山嘅。證據就係真假美猴王嗰單嘢啊，收場嘅時候，觀音驚孫悟空爆自己大鑊，匆匆忙忙咁從樂家山趕去靈山，配合如來同埋孫悟空做戲。對比最後取經團隊去到靈山嘅時候，如來開傳經大會，觀音嗰陣已經喺靈山上緊班嘅啦，證明觀音完全投降如來之後呢，係變咗如來名副其實嘅手下啦。排名啊，仲要喺唐僧孫悟空之後，你話悲唔悲哀啊？好啦，言歸正傳。第二日朝早，國王傳旨啊，趙丹青咧畫低咗聖僧四人嘅喜容，供養喺華儀樓上。嗱，華儀樓，華儀啊，咪表示東西兩方咯，華咪東方咯，儀咪西方咯。呢個名咧就暗示咗上頭各方大佬道與佛達成新嘅合作。唐僧想告辭啦，咁啊國王唔肯放啦，大設家宴，一連啊食咗5、6日，哇真係益晒豬八戒啦，盡力咁放開肚皮食。呢度其實啊都係佛家俾面道家，因為老朱係完全跳槽靠向咗佛家噶啦，所以咪俾佢食足5、6日飽飯咯。仲有係為最後老朱做咗政壇使者做咗個鋪墊嘅。嗱，國王見佢哋拜佛心重，苦留不住啊，又取啲金銀寶貝奉謝，但係取經團隊咧冇接受。國王咧又命令鑾駕請唐僧坐，差官遠送，后妃同埋臣民人等全部叩謝不盡。行到前途啊，又見眾僧叩送，全部都不忍相別。哇！孫悟空見佢哋個個都唔肯翻去，無奈何啦，唯有吹一啖仙氣，一陣暗風，將所有人迷晒眼，取經團隊先至甩身而去。大家睇書咧，通常只會睇到表面，認為國王佢哋唔捨得唐僧師徒係嘛？其實根本唔係，係因為國王佢哋知道下一站就係峒台府地靈縣寇洪善人齋僧。你睇個名啦，地靈縣啊，所以又一個炸裂嘅秘密啦。寇洪善人咁多年嚟根本就唔係齋僧，而係送葬。天竺國嘅人知道去親地靈縣嘅和尚其實都係去送死嘅，所以就不忍相別。嗱，下一站地靈縣係《西遊記》取經路線靈山前嘅最後一站。地靈縣明顯咧就係同地藏王有關嘅。之所以會有呢一站咧，如來係要洗白咁多年嚟食輪世羅漢嘅黑歷史啊！如來又係點樣同地藏王合作嘅呢？寇洪善人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呢？佢真係一個善人呢？殺死寇洪嘅嗰班強盜又係啲咩人呢？下回分解。